啊，不过伫摕宝装进前，咱看头前大声自我介绍，咱是啥物队？我是红金鹅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叫做卢金，我叫做佩杰，我叫做蓝蕊，我叫做威雄。哦，恁好。对，啊，唔对啊，这个时间点，啊哪敢你呢？啊，洪小姐呢？哇塞，伊无甲我讲。啊，洪小姐呢？洪小姐，奇怪咧，你是创啥？是你看一下啦。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个非常趣味的这个实验哦。哦。你讲这他做一个真厉害的实验哦。对我来讲，因为咱今仔日的主角就是这大罐的，这就是即食的高丽菜水。高丽菜水，这高丽菜水哦。对。了后啊，我有准备4种透明的液体，分别的是这个醋，啊，还有漂白水，还有沙文水，还有小苏打水。哦。对，啊这内面安怎算的？我来讲，咱就是把这个即食的这个对。高丽菜水甲倒落，啊，要看卖会变啥物色？嘿。你家己看，你看醋。个人。红色。醋是红色。哦。漂白水。蓝色。蓝色。哦。生花精。红色。红色。小苏打。红色。红色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有摇到，我自个佫送恁金箍箍。哦。到底是啥物色咧？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这是啥物色？红色。无，唔是。以为都是红色。真正红色的咧。粉红色。红色的。红色的。来，第2位。漂白水是蓝色，啥物色？哎呦，敢若是 yellow 咧，敢若是黄色的。沙文水是啥？豆高丽菜丝。这是啥物色？哎，这什么物件？金条。哎，紫色。啊，那倒咧，赶快是紫色。好，咱下面再来解水。好，啊，小苏打水。噔。哎呀！好，来，哪色啊？是啥物色？哪色？那是甲小可先青色。嘿，哪色是青色？安尼算哪色啊？哪色哦？哎，哇，这实验真好耍咧！真正真好耍。威雄金箍箍送你。小表演哦。这解水是咧，到底是安怎透来透去会变这种色水？对，这就是酸色甲碱色的综合实验。酸色伊会变成红色的，啊中性哦，中性伊会维持伊的本来紫色，啊碱色会变成黄色，那么就是变成青色。啊，我这要请问小朋友，你感觉倒一个液体是酸色，倒一个是碱色？这足明显的啊，变红色的是啥？醋，伊足酸的啊，酸色，会变红的。啊，较中性的是咱维持同款色是倒一个？生药精，沙文水，就生花精、沙文水。啊，其他就会变黄色、甲蓝色，伊算是碱性的。对。啊，这罐内面吼有迄紫色的迄高丽菜水，主要就是有足侪花青素，伊会养伫咧水内面，所以伫咧无共款的酸色甲碱色条件内面有无共款的色水，这嘛算是一种天然的酸色甲碱色，只是这。这个实验课实在上得太好啊啦！对，啊，唔过今仔安尼你就带BB队长对迄个问题啊哎，袂用，我今仔日除了来做实验以外，主要是要来摕宝藏。小朋友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有啊，我想要摕宝藏啊！好啦，最好诶。哎呀，大家拢安尼。我拢来啊！我算讲今日上课上到真好啦。好啦，给一个鼓励。感谢啦，鼓励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搞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哇！什么意思？各位小朋友，今仔日要甲恁考验的，就是甲电有关系。来，4题1块大片，8题2块大片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搞。准备好，第一位是水。哎呀，啊输啊！好。啊，摕较底安尼是咯，摕较底是跳。跳。有啊。你看头前念，看
电手，发电手水，好，几位啊，几位点？水，来有啊有啊有啊，地下水，水啊水，哦，这两个，会，哎呦，现在灵魂敢若拢熟悉哦。快跑！哎呦，厉害哦！一连读得出来油。哎呀，看鱼啊看鱼啊，不是看红小姐。你都用一支手诶。熄电，一定。哦，即马四地已经一块大片哦。哦。如今，哎，风，你想什？风你是叫风吹走去啊？会，太上。啊，学 pass，pass 来。啊水，哎，这厉害，铁电，肯定厉害哦！你搞真早讲啦，想说野力啊！啊，一个。叫给你啊！水，停电，停电。好，都好，好一个机会，啊，会逃啊！对啊，几位，嘿，对啊，一位上重要哦。快地。静电，那你音唔对，这题无算。哎呦，大陆拼音真厉害。个油油，什么时阵用到？是倒一个能源的用到？和核能。核能，嘿，核能的用到，一个原料叫油。油，伊毋是迄个水里部的，是金里部的。哦。头先有读到一个熄电。熄电甲停电其实无啥共款，就是有当时诶，红胎啊，要做风台，也是讲你迄栋大楼有要维修，伊会甲你通知这动作，通知当时要停电，伊会甲你讲这停电。熄电是你用好好，忽然间安那火去啊？对，这是熄电，迄是状况无啥共款，知无？好，安怎念呢？太阳能板，因这即马是算以前较罕见，即马是定定真侪所在拢有，就普遍的。就普遍。啊，再来静电。静电，静电什么意思啊？静电就是咱伫咧产呢，即马嘛是共款会放太阳能板伫遐，哦，会加减会透一寡吸一寡电，啊，就通啊简单使用啊。哦，这就是静电的一种，用静的。我学到啊。安尼知影无？好来，落地一地踏皮车体。想要去听？秀秀我去听。不是，演一个大声公司你要选啥？妈祖鱼，好，打起你。如今真正不厉害咧，一身四尾鱼啊，4个题目拢对，对，拢有讲。拢读了真标准。哎呦，看起来伊是一个关键的人物。第二关继续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干！做火球进步，4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来咯，哈哈！这主角台我感觉派如今出来，敢若非常的正确哦。安怎讲？伊头先第一关，好四尾鱼啊，4题拢对。哎呦，三题，三题啊！你唔对一题是？哦，家己搁知影。啊，不过你平常时拢较送练，甲台语安尼练起来。阿妈，我甲你讲，安怎摕大片？惊5架有1题，惊10架有2题，看你通啊行到倒位。嘿嘿，来哦，准备一招，天麦卡！好起啦！安尼，我要安尼，我要安尼。我安尼。这波来，H 是科，好有啥物字？好食，好食，对，好食。来，bonus 来了，一定爱加。bonus。 2架还是3架才有机会哦，加2还是加3 ，bonus 叫好。2包安尼有 bonus 啊？好，来2包，1、2，M 是有啥物字？暗对。你好我牵呐！好起啦！我要安尼摆，安尼靠。好我牵呐！快过来！红小姐好，甲收起来啊！
改吐嘅，改吐。哎呦，哎呀哎呀，好尖啦，你唔通安尼好无？哎，好尖，拍摄拍摄，这两包。可能不？真两，是能有什么字？呢？哎，恁同学拢捌甲你斗相共，知影你的能力足好诶。哪安尼？哪会安尼？你讲哪会安尼？你已经讲啊，哪会安尼？对啦，哎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哎，那个过来。赢。这样跑。哎，安尼。一波会这样。 K 哥有什么字？够输。够哎呦，所以会样会样。来，好起啦！会当去变，会当去变啦。哦，后边，那边。尖，哎，前面都无什么作用哦。尖，一波， P 的有什么字？豆饼。豆饼。对。变正变。来，好起啦！哎，今日小动一下啦，小动一下啦。行人的，红的。红小姐，你无发挥一个，我真正不讨厌水啊！我感觉我安尼客比。好尖掉，尖，了解，尖，控制。你先刷一个，哎，好要尖，用手甲我背。来一波 TSH 吃有什么字？吃有什么字？吃东西嘞。超线，对。来，好起啦！你袂使跟甲我摸啊，有趣哦。哎，你直接袂大你时间到啊。连人个头拢无摸着，来两包煎呢。NG 是有啥物字？古灵唔对。爹。换恁讲看卖 ，TSH 吃有啥物字？菜刀水。为啥？鸟吃啊，鸟叉鸟翅啊，鸟翅啊，叉灯叉电叉对。哦叉。哎呦，好，胜您过关。啊个 NG 菜。叶菜水，叶菜。鸭眼哥，鸭哥呀。就是你卖伫遐甲我一句来去啊，我卖甲我鸭眼哥哦。卖鸭哥哦。刚刚3炮龙跑差不多。差不多意思。鸭哥，好了吧，袂歹啦，八价，通啊摕2块大片来，请摕，差这么3块无伊啊。文班。好来，大给你。这啥地名？水啦。讲个样个带，咱刷有了。可能摕袂到啊。嘛，足歹讲。规条咱尽量守啦。来哦，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够选。我甲恁讲吼，今仔日叶家姐姐要带咱去一个所在，甲咱即马所徛的这个所在有真大的关系。哦，因为咱今日要讲的是甲驶船有关系。其实驶船是一项真困难、真专业的一件代志，爱注意的物件少济，这爱考试。爱考试的，啊要安怎摕到大片的？你若是钓一题就有一题大片，2题就2题大片，非常的简单。咱就来看卖家姐姐要带咱去倒位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拍拍，探险亲像行走卡。
好啊。哎，咱主旁甲沙港旁拢用好啊，阮就会当出海啊！出海！教练，你敢有用家己驶旁船的方式去别个国家过？有啊，我开船去日本，我开船去菲律宾。不过你驶船你袂当休课嘞。我会当甲我的小水手轮班啊。啊，若是船驶驶，想要冻点要安那？咱来对这旁的手啊，放松，莫好食风，咱就会当刹车。教练，若是平常时船甲船之间是要安怎沟通啊？主要是无线电去沟通，但是咱嘛会使比。像即摆是咱的架手边遐有一只船，真正有呢。是的呢。咱大概比安尼。敢是安尼？是。各位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个手势是啥物意思呢？看到另外一只船，甲伊比安尼，是啥物意思？无，恁一个简单的提示。哦。你有看？会当讲是一种祝福。希望伊咧开船的时候安怎？平安转来。平安。哎呀，无紧，往这个方向想就对啊。这个方向对。啊，恁讨论一下，我一个答案。拄则会旁。会使顺利到达目的地。顺风。顺风。顺风。一路顺风。一路顺风。顺风。四个字，一路顺风。一路顺风。所以确定是啥？一路顺风。好，敢安尼？哎呦！所以确定是啥？一路顺风。好，敢安尼？哎呦！哇！对啊，我家己一个鼓声啦。袂歹袂歹。未来这组有伫讨论啦。有啦有啦。所以简单讲就是祝福咱通出海顺利、顺风顺水，这会当是对迄个夏威夷。夏威夷哦。夏威夷来的啦，一个 shaka， 伊就是代表一种好运顺利，这种感觉。了解。来，咱来看卖啊，一个会甲这后一题。教练，驶船的时阵有啥物无共款的工课？像你即摆上重要是做这个 watch leader， 因为船长呢，伊有足侪的视角是看袂到的。你上重要的工作就是看这海面上的状况，啊，甲船长报告。啊，伊平常时拢安怎讲？船长，头前有插头。我先做watch leader，啊，你先去驶船。好。咱即摆就是船爱开好正，啊，这是船的正舵。哦，这也是伫中方，咱船过是直驶。好，啊是设伫豆饼，啊船过往豆饼赛，你来试看卖啊？有无？有，真是嘞。真是嘞吼，好，安尼真个个回正。斜倒转来。啊，咱这有一个罗盘，哦，咱即摆的角度是270度，270度就是要转台湾的角度。教练，但是囡仔来驶旁船，会当透过旁船学到啥物物件？我感觉上重要就是团队合作。你家己一个人无法度，你爱甲别人合作。你感觉今仔日安怎？趣味无？趣味啊！恁家上好耍是倒位？上好耍就是头拄我伫驶旁船的时阵，迄种体验是我第一届体验。而且船毋是干靠引擎，还是靠迄个旁，就会使控制，就是两个爱互相斗相共。啊嘛，毋是讲一个人驶船就会使啊，佮爱有watch leader。毋过驶船驶到即马，就互我想到一句话，叫做一时风驶一时船。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意思？唔知呢。那安尼小朋友，你敢知影一时风驶一时船是见机行事，还是人无千日好的意思咧？来，见机行事。见机行事，为什么咧？因为你出海的时阵，你嘛唔知今仔日会拄到啥物样状况。哦。你拄到的时阵，才去想办法。拄到才来改变，较看咩来办就对了。见机行事。所以是见机行事。对。见机行事，敢安尼？忘掉就贪想头前因讲的，你伫个海面上遇到的状况一定真多，要吹什么款的风，捞什么款的水，咱就是爱看事办事，见机行事。对，船长，我就是讲，通带
这讲啊，迄是顶句，伊其实叫下句。下句是一是风驶一时阵，船顺风势，人顺机会。啊，好下出来。人顺机会哦。他都爱空船啊，风来咱就爱顺伊顺的。着风行啦。啊，人就爱啥呐？顺机会。顺机会机会来得安怎？掌握。对。安尼，哦，两地拢对，两地大片车体。来，选两个。围哦，啊，搁摕一个，树干啊，好，来，水大吉利。对吧？才算哦。哦，好，这来，收沙坑。哇，敢若摕保种的机会，敢若介大哦，啊，毋过这足歹讲的。来哦，伟大家。啊，来喽来喽，保种的机会。哎呦，如今你的表情有淡薄仔变化，你即摆目前的心情啥款？最紧张的。有足紧张的啊，啊，毋过笑嗨嗨的紧张，我介意。啊，你敢有要耍对位？有要煞无？无。就照安尼哦。自信满满。好，来手扛起。笑康家。黄金来小朋友敢摕到保种咧？请背。哎呦，这个lap头，这个lap头，辣。慢叫歪保种，歪保种，你看得到的是趣味倒伊啊！哎，真正是好加载嘞！啊，我唔敢妄想，不可思议的成就。会当带你去外太空。外太空算倒伊的对吼，吧？上济会使吼6个人算哦。叫我看卖啊子。嘿，会讲甲足济人做伙算的。哦哎，这音乐无共款啊，新球。哎，新球的有淡薄新球啊，有淡有淡薄薄神秘的感觉不。可思议的感神觉。秘的感觉。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倒伊，你一定要好好感受，好好算者。所以拍开拢有这种音乐。啊，你今仔日参与落心情啥款？就欢喜，你欢喜？哦，赞哦！啊，这里嘛是就欢喜，嘛是欢喜，干瑞咧，拢是拢是就欢喜的，刚刚是欢喜的，非常你咧，你讲一个无共款的，就紧张的，足紧张的，除了紧张咧，啊，摕着保重安怎？就欢喜就。欢喜，就欢喜嘛是欢喜，嘿啦，欢喜真重要，快乐欢喜学台语，对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。水啦，再会。哈，虽然我的保重，佮飞去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